国际新闻来关心，南韩的政府因为要扩大招医学院学生，这是造成南韩的医生伫19日时集体请辞，即马准备今仔日要开始罢工。南韩的政府是要求因爱回去上班，嘛已经放调讲，若是无要遵守，就会扣押医生的执照，而且嘛有可能会真侪互抓去关。 南韩总理韩德洙针对14医师加短医师的请辞加罢工决定表示，互人遗憾，危险可能造成冲击。上重要是，尽可能降低医疗情况，尤其免危害重症病人甲需要急救的病人。目前，南韩部分病院已经将排定的生产、癌症手术等取消或者是延后，无医疗服务出现重大问题相关报道。 응급 중증 수술을 최우선으로 대응하고 필수 의료 과목 중심으로 진료가 이루어지도록 체계를 갖추겠습니다. 상황이 악화될 경우 공보위와 군의관을 투입할 수 있도록 준비하겠습니다. 为抗议政府扩大招收医学学生，南韩14医生加短医生19集体请辞，这个请辞条已经扩大全国各地。 韩联社根据医界消息，今日伫首尔请辞医生人数都超过1000人，全国各地14病院医生也拢加入，推测全国请辞医生总数会达到数千人。 집단 행동을 하면은 국민을 볼모로 삼는 거니까. 지금 의대생도 마찬가지잖아요. 자기는 대학생이라고 후배들이 많이 오면 그걸 반대하는 건 잘못됐다고 생각합니다. 南韩政府前日宣布，明年起增加2000个医学生名额，补助医界人力不够，引起部分现职医师强烈反弹，认为这损害服务品质，希望政府利用这卖医疗资源提悬医疗费用。根据经济合作及发展组织 OECD 数据，伫已开发国家中，南韩医生数量甲人口比例是上低国家，高龄化社会医疗需求一直增加。阿个南韩医学会统计显示，南韩医师薪水对国民平均薪水的比率是 OECD 内底所有会员国上悬的。批评人士表示，南韩医师主要是烦恼解决可能会损害因的薪水甲社会地位。公视新闻王文玲报道。